桃园机场会当讲是咱的国门，毋过桃园机场失电实在有够闹亏。这是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伫昨中昼向失电，即个航班的电子荧幕，抑个报道柜台的电脑荧幕拢无画面，而且机场内底嘛无冷气。桃园机场是表示，电力会出问题，拢是因为电力维护厂商无细致害物件落来去地歹电缆线，即马会追究责任。规个乌索索一大堆旅客伫桃园机场哪拖行李哪行，只会当靠日头光，才会当看到头前的路。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出境大厅伫12中昼忽然间大停电，包括报道的柜台、行李托运提领和餐饮这区域都受到影响。我们要出国，我们怕赶不上，这个对我们很困扰。我们是相忍为国。这样子可能我们要向主管机关好好反映一下，快40分钟了，真的会耽误到。大概半个小时吧，有一点吧，因为从来以前出国都没有遇到过。更较严重的就是旅客要出境安检区域的这电公机无法度用，航警安检大队只好一个甲旅客卡绑行李拢拍开，用帮的来查检物走违禁品。在证照查验的部分，因为有备用主机，所以无受到停电的影响，移民官同款会当来做查验。但是为着要省电，自动查验停止使用，托机人员嘛紧急甲旅客调度到有供电的柜台来办报道。但是旅客数量伤济，拢爱等几步。看到大部分商店都停电，很多人用这个手电筒在那边照明，感觉不大好。要点整的时候停电。我们刚刚在挂行李。挂行李那边可以吗？不行。机场内面乱糟糟，机场公司伫12点05分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维护厂商伫12点13分办理电力的转供，而且伫下晡1点13分完成复电。影响范围是第二航厦主体1楼到4楼和 P 市的停车场。电力无正常的期间是改接备用电源，还是改采人工应变的方式，维持旅客报道和通关安检作业。机场公司指出讲，代志发生的原因是电力维护厂商伫第二航厦地下室换百叶桶的时阵，因为操作无细致，造成本来的百叶桶落落去，甲电缆底甲歹去，才引起第二航厦出入境的路站拢停电。已经要求检讨无照标准作业流程施作的原因，照合约对违反作业规定的部分严格追究责任。此事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相关的细节桃机公司现在正在厘清并将依规定追究相关的责任及处分。机场公司表示讲，伫供电无正常的中昼12点到下晡1点的时间，拢总有4班离场的航班，好加在航班的起降和旅客登机拢无受到影响，伊嘛对造成旅客无方便，正诚意向大家来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